終身樓市知多啲，Hi，歡迎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。我哋經常聽到好多人話終身呢度好，嗰度好，咁究竟邊度對於你嚟講先係最好嘅呢？先係最適合你嘅呢？睇完 Henny 呢條片，你都唔使聽人哋話，你就自己可以做出準確嘅判斷。影片咧太多細節啦，需要各位俾一啲少少嘅耐心先可以睇得完。所有嘅資料搜集咧都係 Henny 花費咗大量嘅時間同埋精力嘅。如果各位覺得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嘅，請喺評論區幫手打出支持2個字。咁我哋而家正式進入正題。我哋中山咧係總共分有8個街道啦，同埋15個鎮區嘅。而呢啲街道同埋鎮區咧又劃分咗5個組團，東北組團、東北部組團、西北部組團、中心組團同埋南部組團。每個鎮區嘅人口同埋佢嘅產業結構咧係大有不同嘅，所以佢哋嘅樓價咧都係相差非常之遠。平嘅地方咧，房價去到6000零蚊都有；貴嘅咧去到15,000到2萬蚊左右。所以如果你只係籠統咁樣問我而家中山嘅樓價幾多咁樣，我真係冇辦法答你。首先咧，我哋從香港朋友最熟悉嘅南部組團開始講起啦。南部組團咧係由中山南門嘅坦洲鎮啦。溫泉之鄉嘅三鄉鎮啦，菠蘿之鄉嘅神灣鎮同埋金屬製品基地嘅板湖鎮4個鎮區組成。最大嘅優勢係佢嘅一個地理位置因為佢係挨住珠海，同珠海香洲連接嘅坦洲可以話係珠海嘅後花園。呢度咧係非常之適合以下幾類人群嘅。第一個就係珠海返工嘅剛需上班族啦。如果預算係有限嘅，喺珠海香洲買唔起樓，但係咧又希望通勤方便，南部片區咧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嚟嘅。坦洲到珠海香洲開車大概都係幾分鐘到10分鐘咁嘅車程，可以好好咁樣去兼顧工作同埋生活。第二，退休度假人群，呢度嘅環境咧相對比較安靜。自然資源咧係比較豐富，比如話三鄉有溫泉啦，空氣同埋居住環境都非常之好，好適合養老同埋度假嘅。對於港澳同胞嚟講，呢度嘅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。一個車位嘅錢咧就可以喺坦洲買一套100平方左右嘅3房，作為度假啦或者係退休係非常之合適嘅。第三就係追求性價比嘅首次購房者啦。南部片區嘅樓價咧係中山屬於比較低嘅水平，總價門檻就唔高嘅。比如話坦洲嘅朗詩新城啦，價格低到6000零蚊，總價60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啦。對於預算有限嘅年輕人或者係首次購房者嚟講咧，係非常之有吸引力嘅。呢個片區最大嘅優勢就係可以無縫連接珠海嘅商業啦、醫療同埋教育嘅資源，享受雙城嘅生活。相比其他中山嘅核心區域，南部片區嘅樓價啦同埋總價啦都係要親民得多啦，係實現安家夢嘅一個現實嘅選擇嚟嘅。工業污染少啦，環境優美啦，空氣清新啦，生活節奏慢啦等等嘅。咁缺點咧就係佢嘅城市面貌啦，同埋道路管理水平，相比於中山市區嚟講咧，仲有待提高嘅一個空間。目前發展相對比較落後啲少少啦。雖然可以共享到珠海嘅配套，但係鎮區本身嘅一個生活教育醫療咁樣嘅配套咧，仲唔係好完善。需要呢個時間去發展嘅。但係對於純粹係投資客嚟講，南部片區上升嘅一個潛力係相對有限嘅，甚至有啲部分嘅區域咧仲喺度以價換量，未來咧轉手同埋出租嘅競爭咧可能會好大。第二個咧就係中心組團啦，係由中山綠肺嘅五桂山啦，自然景觀獨美嘅南區啦，中山 CBD 東區，紅木同埋牛仔城嘅大涌，老城區核心嘅石岐，福中名鎮沙溪，傳統商貿同交通樞紐嘅西區，同埋旗江新城嘅一個主陣地港口，呢8個地方組成嘅。如果你係自住啦，追求成熟配套啦、優質教育嘅，咁就可以首選東區同埋石岐啦。呢度係中山嘅老牌市區中心，行政、醫療、教育配套都非常之成熟。目前市場熱度最高嘅第4代住宅咧，都分別位於東區同埋石岐呢2個核心嘅區域嘅。咁作為城市嘅核心區域，房產咧係具有一定嘅一個保值嘅能力嚟嘅。長期嚟睇，係隨住呢個城市同埋發展嘅人口嘅一個聚集啦，中心組團嘅樓價相對比較穩定啦，尤其係一啲比較優質地段嘅房源。但係咧，中心組團嘅樓價係普遍比較高嘅。
比如話東區一部分嘅樓價咧去到2萬以上啦，石岐啦、南區呢啲區域咧均價咧亦都係15000到2萬蚊左右。對於我哋購房者嘅一個資金實力係要求比較高嘅嚇。第三個就係東部組團，係由國家級新區嘅一個火炬開發區啦，文旅產業核心區嘅南朗鎮啦，同埋深中通道嘅橋頭堡馬鞍道組成嘅。東部組團係具有比較大嘅一個發展潛力嚟嘅，尤其係適合長期投資啦，或者係自住需求。如果你對深圳輻射效應係比較有信心啦，而且可以接受比較長期嘅一個投資嘅週期啦，係可以考慮喺火炬開發區啦，或者係配套相對成熟嘅一個項目入手嘅，但係需要注意呢個規避配套不足啦，價格虛高嘅一啲項目，建議優先選擇有比較完善生活配套啦，靠近呢個深中通道出入口嘅一個樓盤。相比深圳以及周邊熱點嘅區域，東部組團嘅樓價目前係相對比較低嘅。以前係2-3萬啦，而家係13000到19000一個價格，對於我哋購房者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嚟嘅，尤其係對於預算有限啦，但係又想挨近深圳嘅。但係咧，港人如果想買嚟退休自住嘅咧，咁我真係唔係好建議啦，因為現時價錢就都唔算平啦，而且咧配套就唔成熟嘅。第四個就係東北組團，係由中國立美嘅名鎮黃埔、中國精細化工業嘅一個三角，同埋嶺南水鄉嘅民眾組成嘅。呢個區域嘅發展咧係過度依賴於南沙自貿區嘅發展、深中通道嘅一個通車效應以及呢個產業嘅轉型成果。未來咧，我覺得有好多唔確定嘅因素咯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好一個長期持有嘅準備。無論係自住啦，或者係投資，特別係港人咧，唔係好建議選擇呢個片區嘅。第五個就係西北部組團，係中山傳統製造業嘅一個核心區域。兆南嘅五金啦、古鎮嘅燈飾啦、南頭嘅一個家電等等，都係聞名全國嘅，擁有大規模以上嘅企業同埋上市公司。強大嘅產業支撐，創造咗大量一個就業機會，亦都係吸引咗周邊嘅城市同埋大量嘅外來人口就業定居。傳統製造業咧面臨一個轉型升級嘅一個巨大嘅挑戰。整體研發能力同埋創新速度咧相對比較落後啲，可能會影響呢個區域經濟嘅一個長期增長潛力啦。而且有大量嘅工業污染啦、環境污染問題係不容忽視嘅。所以無論係從居住嘅環境啦，或者係從生活飲食習慣嚟講，呢個區域咧我都唔建議我哋港人去考慮嘅。又到咗我哋節目嘅尾聲啦，有意向中山樓市嘅觀眾朋友可以將呢條影片保存起身慢慢睇，或者轉發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仔啦。記得 follow 翻 Henny 嘅頻道，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